顶日发生伫台中有一个7岁囡仔上溜道课的时阵，去互教练和学长摔甲重伤。民间团体今仔日是召开记者会表示，全台湾有1900外个基本训练中心，有3000外个教练，因为背景训练囡仔的过程和机构敢有安全、敢有合法的，政府就要赶紧来监督，避免意外再再发生。4月2日，台中一个7岁姓黄的查甫囡仔去道馆上柔道课，全互教练甲学长连续27摆，即阵脑压也未降到正常值，人还阁伫咧住院。人本教育基金会伫咧30国际无拍囡仔日即天开记者会，认为台中市柔道委员会无闭关，就互无教练证的好教练教囡仔。台中市政府运动局无监督也有责任。为什么一个柔道协会的理事长可以出来说这是个惯例，而不用管这个教练没有执照呢？他有可能有极大的可能，他是在惩罚小孩。在过去有太多状况、太多事情都是以管教之名、以训练之名，是在惩罚跟体罚小孩。民间团体认为，负责监督国民体育法例主管单位体育署也有责任，包括发教练的执照等等的办法，处理无适任教练的机制，各级体育委员会残疾体系的责任归属，拢得爱定好清楚。一个好的运动选手，不见得是一个好的运动教练。因为一个教练的培养过程当中，刚才讲的是 A 级、B 级、C 级的培养过程，他都会有一些训练法、生理学、心理学的一个课题。特别法律上的角度，应该让主办这个活动的人，不管是学校、社团，还是其他，比如讲私人之间找的，拢爱让伊伫咧选啥人做教练，监督这个教练安怎执行训练，爱负上大的责任。另外2个去互好教练指示去共摔的小学甲学长，人本教育基金会表示，因也因为唔敢违背教练，心内自责也有创伤。而教育基金会也向监察院提出订正书，希望全台湾1900外的基本训练站、3000外的教练，因的资格、教育也阁有训练囡仔的机构安全性这部分，拢着爱清点放肆，避免遗憾再再发生。记者民警郑派文台北报道。